大家好啊，我係阿陳生。以前我喺香港做旅館嘅，依家我返到我嘅鄉下大亞灣。你睇呢度環境，呢度係我屋企附近嘅一個5星級酒店旁邊個花園。呢度生活設施係好方便嘅，尤其是我睇到近排越嚟越多香港人返嚟呢一邊居住。咁咧，我都有香港親戚嘅，尤其是係我阿叔同埋我阿嬸啦。佢哋今年咧就係70幾歲噶啦。咁佢哋經常咧都返鄉下呢邊住嘅。咁咧有時咧，佢哋遇到睇病嘅情況咧，以前啊又唔知道啊，又成日要返香港睇。返香港睇咧又要排期喎。一排就排幾個月或者半年啊。咁咧，佢哋喺冇辦法嘅情況下咧，因為病痛起嚟咧，你都知道啦，個情況咧係不宜喺度等嘅，所以咧佢哋就經常喺大陸醫院度睇啦。咁一睇病咧，好啦，因為佢哋係全額，係冇得報銷嘅，全部都要交足數嘅，所以就覺得嗰個錢咧，睇病嘅錢咧就好多。咁咧，例如咧，佢喺舊年上半年啊，就去做嗰個血管心臟檢查。香港醫生咧就叫佢去一間喺香港嘅法國醫院度做檢查。聽講檢查費已經係幾千蚊㗎啦。跟住個醫生咧又係叫佢等排期。咁咧佢就索性翻嚟大陸呢邊睇啦，因為大陸呢邊咧一嚟呢個醫療費咧會平啲，第二咧會快啲。咁佢咧就喺舊年咧做咗一個嗰個心臟血管檢查，雖然係檢查，但係都冇咗幾千蚊人民幣噶啦。咁咧呢個情況咧，我哋村咧個村幹部啊，因為係世交啊。即係村幹部嘅阿爸阿媽同我阿叔啊，或者阿爺嗰一代已經係有交情有交往啦。咁呢個村幹部睇到呢種情況咧，就係講俾我阿叔知，話你哋係香港人，咁咧喺大陸呢度咧居住，可以辦一個居住證，睇下居住證，辦完居住證之後咧就可以購買呢個大陸居民嘅城鎮醫療保險。咁咧保費咧一年咧係800幾蚊嘅啫，800幾蚊就可以保你1年啊。咁咧1年之內咧，你去門診又好，去住院又好，都有6成到8成嗰個報銷嘅。咁我阿叔阿嬸聽到梗係好開心啦，因為800零蚊啫喎，喺香港一餐飯咧就可以喺大陸睇病。大陸睇病咧，仲可以報銷咁高嗰啲額度喎。咁佢哋就嗱嗱聲啦，去辦居住證啦，去辦呢個醫療卡啦。咁我阿叔咧就好彩喺舊年嘅3月份，因為佢之前醫生喺香港醫生咧同佢講，佢有嗰個小腸氣啊，即係個人體嘅小腸裏面咧谷咗個泡嗰種。咁咧佢就翻嚟大陸呢邊睇啦，佢就去住院啦。做手術啦，跟住出院啦，結帳啦，咁樣真係報咗80%嗰啲費用嘅。所以啊，呢一個係對我哋長期喺大陸居住嘅港澳同胞咧，係非常之利好嘅一種消息，而且係我阿叔親身試過嘅，係可以報到銷嘅，即係冇呃人嗰種。咁咧，我睇到啊，我哋香港越嚟越多人咧翻嚟我哋大陸呢邊居住啊，因為我哋呢度係惠州市大亞灣區，所以咧我哋去食飯啊，去公園啊，喺呢啲高檔嘅場所啊，都可以睇到我哋香港人嘅身影。咁咧，我就想將呢個好消息講俾大家知，尤其是我哋嘅港澳同胞啊。因為我同樣係有好多親戚都係香港嘅，好多時候都係受我哋香港人嘅照顧嘅。
咁咧我就想將呢個消息帶俾大家，同時咧可以協助大家咧去辦呢個港澳居民購買內地嘅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每年咧就800幾蚊左右嘅啫。咁去睇醫生咧又有高至85%嘅報銷。你話呢個醫療保險抵唔抵買呢？咁如果你真係想買呢個醫療保險嘅話咧，咁你可以先嚟諮詢我，我可以協助你去辦。當然啦，我會收取一定嘅手續費。如果你有問題嘅，請喺下面呢度留言啦。